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3日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行政院通过青安贷款新方案，这贷款会当贷到1000万，行之年限延长到40年，贷款利率降到1.775%。行政院会通过性平3法修正草案，刑度罚金赔偿拢会加重，针对着权势性骚扰加重处罚，私人也个政府单位拢照行新法规。伫咧台南花道消防队有一个队员检查上锁桶仔时阵，说是相当爆炸，致使伊颔棍甲手有误拍的二度烧烫伤。中银行已经把基准利率调悬5届了，这国内5大银行平均买厝贷款的利率已经超过2%。为了要减轻头一间厝买来压力，这行政院通过着青安贷款新方案，这贷款会当贷到1000万，而且行政年限延长到40年。这一段式的房贷利率降到1.775%，是目前上届低。这个政策是对8月初一开始施行。那准讲贷款贷1000万来说，这3年就会当省11万外的利息钱。提高贷款额度，提供利息补贴加码，延长贷款年限及宽限期等。行政院公布新版青安贷款新方案，强调为4大面向前进。除了贷款额度为800万9万到1000万，贷款年限也为30年延长到40年，宽限期为3年延长到5年，佮另外增加利率补贴0.25%。那佮加上公共银行减半0.125%措施，合计优惠0.375%，一段式房贷利率会当降到1.775%。以补贴1.5码之后，每户最高可节省利息支出呢，3年一共是11万2500元。青安贷款新方案申请资格无规定年龄上限，只要满18岁配偶甲未成年子女，名下无自有主体拢会当申办，也毋过主体需要是未申请至半年内买的。另外，已经使用青安贷款的固贷户甲转贷户无适用新方案。99年开办到现在，那么一共有34万人。获利先陆续还掉，那目前大概在20万左右。受欢迎的话，可能它的经费可能就会稍微高一点我们的初估是50亿元。财政部表示，青安贷款新方案由内政部主体基金支援，北京公共银行清作。今年8月初一实施，为期3年，到2026年7月30日为止，减轻民众买厝利息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政府通过新的青安贷款专案，这贷款上限会当贷到1000万，宽限期变做是5年等等。有民众认为讲，这寡政策确实对因有帮助，不过也有人伫咧烦恼讲，趁这款机会买厝做投资，等到第2年才甲厝赔掉。不过有专家是建议讲，用想的是较简单。事实上呢，这新制度有限制较济，投资者无一定符合资格。一个到办公室最好势，拍开电脑认真工作。30外岁的铁伟是一般的上班族，逐工真认真，天黑了后拍拼工作，欠300多万，佮加上长辈斗3工，总算会当买新北的厝，准备做结婚使用。政府它有所谓青安贷款的一个部分，也有了解到，那大概算下来的话，可能1年可以省掉1万多块左右的一个贷款金。我有算30年跟40年之间它的差异那可能在金额上面每个月。可能大概差8000多块的还款。听到政府新的青安贷款专案，贷款额度到1000万，宽限期到5年，贷款期限也会当延长到40年。这个利度，铁路讲确实会当减轻买厝的压力，不过嘛代表总利息的增加，限制条件嘛会较济。但是敢有可能佫出现投资的人，趁利息加买第2年再买，享受房地合一税家己大减税条件来套利，想要安尼做，恐惊嘛无遐尼简单。成本可能相对比较高，第二个未来涨幅没有那么理想，那自然而然可能在愿意用这种方式套利的人就会比较少。如果未来可能有一些升息，或者是说不确定的经济因素，有可能造成价格修正，那个时候或许用这种套利的方式就不一定划得来。专家坦白讲，利率是变动的，变数真多，要用安尼套利无轻松。学者是认为，少年人厝买不起，上较大的问题也是厝价伤悬。利滚利的结果，你小的负担的这个金额是越来越高的。那特别在时间拉长底下，真的是天荒地老啊！你从30岁缴到70岁，那你人生已经到老的时候还要再缴房贷，那你会觉得蛮悲哀的啦。学者建议政府在做贷款补贴政策的同时，嘛应该解决租厝乌市，才有法度逼出空厝。若无用压钱方式，也是无法度彻底解决问题。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最近这性骚扰事件一直在逼，行政院也通过性平三法的修正草案，这刑度罚金赔偿拢加重，其中针对着权势性骚扰的加重处罚，刑事的部分加重一半，行政法的部分若准是雇主甲人性骚扰，上悬是罚100万。另外也增加民事赔。听发性的赔偿上悬罚5倍，这届修法唔是干那讲来限定私人企业名，连这政府单位的首长呢，也得按照新法规来行。最近被诉事件是一直出来，嘛引发各大的 MeToo 运动。行政议会13是通过性平三法的性骚扰防治法、性别工作平等法、性别平等教育法修正草案，刑度罚金赔偿拢调。以被害人保护为中心，完备友善被害人的权益保障及服务，采跨领域、跨专业、跨部会的联防方式。草案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权势性骚扰，伫个民事的部分，增订顶发性的赔偿，上悬会当罚5倍；刑事的部分加重其刑1/2。另外，行政法雇主若是骗诉案的行为人，上悬罚100万。另外，性骚法的申诉时效嘛延长，权势性骚扰对原本是知影代志了后的3年，延长到对代志发生开始算的7年。另外，若是伫个未成年的时阵发生性骚扰，时效改做成年了后3年。性工法的12条第2项对权势性骚扰的定义是，因为雇用、求职或执行职务关系受自己指挥监督之人，利用权势或机会为性骚扰。另外，伫性别平等教育法是甲教职员袂当和学生发展有违专业伦理的关系，正式入法。譬如讲，师生团若是符合要件，伊来会直接互性平会判定监视规世人改聘。校长跟教职员呢，于执行教学、指导、训练、评鉴、管理、辅导学生在与性与性别有关之人际互动上，发展有违专业伦理之关系哈。草案嘛强化外部申诉和监督机制，申诉和调查结果拢爱通报主管机关。被害人若感觉调查有问题，会当向地方的主管机关来申诉。草案会送入法院7月临时会来审议，3读公告了后实施。相关的处罚会互各部会另外定，按算伫个明年3月7、8实施。记者综合报道。营建署即马逼出官商勾结的弊案，检调查出讲，这组长张志明等官员涉嫌透过立委郑天才办公室的执行长张天良来牵线，互因摕到真济标案，落尾才来甲因提后车提几100万。昨有10多人互带登去问话，落尾这个组长幕僚等4个人互声压禁见。那营建署是表示讲，已经甲2名涉案主管调离开职务啊。不过立委郑天才本人表示讲，对这案情伊是无了解。收贿吗？还是有接受招待吗？一个查甫人穿写字挂喙暗，看会出来真疲劳。伫调查官透明精神了后，13天光，互人带去地检署。伊是营建署道路工程组长张志明，经过检方的复审，该申请羁押禁见。用衫甲家己扎起来，营建署科长詹家兴原来互带回，询问了后，以50万块交保。营建署发现官商勾结，检调12分组真济路去搜查，约谈15人到案。询问了后，互人申请羁押禁见的，除了张志明甲2个厂商以外，还有1个人。挑工用手砸面，国民党立委郑天才办公室的执行长张定良。因为检方发现2个营建署官员为2021年涉嫌透过张定良做白手套，暗中提供厂商资讯，各项标案会当得标，申请前瞻计划补助，像讲婚林绿电案、道路改善工程案等，各接受交泰林分别，这2年来收受汇款几100万。他的事业那么大，怎么会去？我搞不清楚了，营建署的那位姓张的是他的弟弟还是堂弟啊？我就不清楚他怎么会这样的情况，因为他从来没有跟我谈过这个事情。除了担任立委的幕僚，张定良也是某一个升级负责人，办公室都伫个中华电信大楼内，阁是工研院转投资的公司。不过郑天才回应讲，伊是朋友介绍熟悉，对这件代志也无清楚。这2位主管还在调查中嘛，2位主管就先调离那个主管内部，就来宣导大家要注意这些事情。
严建署是表示，目前已经甲涉案的官员调离主管职务，会配合司法的调查，听候结果出来了后，再做后续的处分。记者综合报道。台南麻豆上分队行早起发生一阵爆炸意外，一名消防员伫咧救护车顶头检查上锁时阵，这个上锁杆仔是熊熊爆炸。地处消防人员以颔棍抑个手，拢有5拍的2度烧烫伤，加在是无生命危险。初步认定是这杆仔加这控制器的接头，一个所在漏气，搁再撞到静电才会爆炸。不过这详细原因搁需要调查。第三座的红色外底烧一大坑，台南麻豆消防分队13早起进行车辆装备器材保养。一个姓洪的消防员伫检查救护车顶3合1散锁组的时阵，竟然起爆。地属消防员颔棍耳甲手差不多5%、2度烧烫伤。发现同仁那个有轻微烧烫伤，然后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哦。我们其他同仁就赶快把他送到后面那个浴室，赶快用水清洗哦。并做那简单的包扎。车顶5楼起爆喷出来的火星，现场当时随赶紧协助姓洪的队员顾药送医，好在再送医了后人无要紧，中昼已经出院。不过使用年限有5年，今年11月才到期的散锁是安怎无因无故导火？当时做伙检查的消防员表示，检查时阵发现散锁封袂真麻。气瓶本体嘛，跟那个调节阀的那个衔接的位置产生漏隙了，有一些那个气密性的不足的情形。那我们跟同事跟我另外一个同事在做这个部分在补强的时候，然后进而发生这个问题。散锁组内光线烧甲扬起臭火大，分队初步滴药可能是散锁杆仔漏气了后，好亲像佫拄到静电才导火。不过详细导火原因也由台消防局火调科甲器材厂商等共同调查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2022年推出便当贩卖机的好食股公司，这礼拜发生分店无张伫倒店情形。这员工也讲，因无摕到薪水。这细蛋的董事长也失踪，甚至伫办公室留下遗书，真有可能是财务出现问题。台中市劳工局也证实讲，这18名员工确实是无摕到薪水，因来协助劳工来安排这劳资争议调解。不管是台中还是高雄的店面，铁门拢诱导来停止营业。去年盛大推出便当自动贩卖机的好食股公司，传出财务有问题，无先通知就关起来。我们在新北市、台中市以及高雄市，目前有4家的无人商店。供应的智能贩卖机会当提供烧烫烫的便当，对订餐、提餐佮结束，拢唔免含人接触，用一支手机就会使。搁找有名的艺人来代言，但是公司的员工投诉，细蛋的董事长这礼拜伊就发薪水迄天就失联，欠薪水嘛无达到健保，搁伫办公室留危言书。7月10号的时候，公司同仁说没有收到薪资，然后有收到简讯，就是说也因为找不到董事长，所以要延后发放薪资啊。那时候同仁其实就有觉得有异状了啦。总公司那边的会计的回应是说，我们的董事长就留了遗书，会这样会有点错愕吗？对啊，想说怎么奇怪，怎么会不开？民众看到店关起来嘛，带一个台中市劳工局是证实讲，好食股台中总公司是欠18个员工6月到7月11的薪水，其中9个人已经申请劳资争议的调解。将紧速安排劳资争议调解会议予以协助，如事业单位无正当理由未出席调解会议，将依法予以处分，并后续协助劳工争取工资垫偿基金，以保障劳工权益。劳工局强调，这个公司已经向劳工局来办理资遣员工的终止契约，终止日是7月2日，理由是劳基法第11条，业务亏损还是业务紧缩，会较紧来安排调解会议，而且争取工资垫偿基金。台中的警方嘛讲有接到报案，即马已经启动紧急找人，查这个细蛋的董事长人伫倒位。记者综合报道。伫新北市邦桥某一间幼稚园跌出饲药的案件，这新北地检署侦结，以证据不足便起诉处分。新北市政府早起也公布行政调查结果，认定这幼稚园无做出失误的代志，所以主动撤销废止立案许可的行政处分。幼稚园若准备来讨国赔，因来全力协助。
接受到关注的新北市邦桥幼儿园饲药案，12日侦查结束，包括园长在内的9个人拢是无起诉的处分。新北市政府13日公布行政调查的结果，无直接证据显示有不当对待囡仔，市府会主动撤销这个幼儿园的废止设立许可。教育局会主动撤销其废止设立许可之行政处分，并依规定主动予以协助。刘明文讲，后壁会依规定主动协助，12嘛已经主动联络这个园所，若园方讲要提出国赔，伊嘛会协助。再去这个幼儿园的何老师嘛，伫国民党立委王宏伟的陪同之下开记者会，控诉时代力量的王美君、王婉如未审先判，甲老师的个人资料流出去，互因真艰苦，当含律师建议要提告。几百通的电话，让我们去死。司法可以还给我们清白，但没有人还给我们公道。政治人物该提出的诉讼跟告诉，我们会再严拟。不过王婉如回应讲，唔捌留下过老师的个人资料，呛声讲要告王宏伟，但是王宏伟讲王美君伫面册和王婉如联名打出老师的名单，嘛呛讲要告来告。另外再去新北市记者会后边的房啊是大满民代和政治人物对案件各种讲法，佮特别画出讲有讲持毒和轻油罪这讲法，点名副总统赖清德应该替当初的言论回释的。中华民国的副总统彩虹药水戒断症状从您口中说出来，我自己都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非常的讶异。道歉有这么难吗？针对饲药案，赖清德并无回应，但是民进党发言人周志豪是批评讲，侯友宜无伫第一时间行政调查，嘛无帮助囡仔和家长检测，才会造成因的惊吓。即马佫继续政治操作，胡白乱讲，民进党是对因表达谴责。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这新竹棒球场的改善工程是继续新竹市政府今日安排美国大联盟的场务专家到现场会勘，佮用脚踏车挖8个坑，要伫内面灌水做这排水测试。不过到现场的机关说只是会当徛伫咧3楼远远啊看，引起这机关真不满。新竹棒球场改善工程持续地进行，13日起，新竹市长高虹安排美国大联盟场务专家到场会勘，现场出动小型怪手，马开挖分布伫豆树甲内外野草皮甲土拢总八位，深度有30至60公分。美方专家踏入土坑内测量土岩详细翕相记录断面，了解排水情形，以及甲地下停车场连接土的管道，佮伸手摸土石堆，即届佮挖到好亲像无路用的手套这物件。专家嘛行到外野区勘查，指出场边的排水沟伤大芳，也甲欠缺坡道，无法度自然消透这个设计问题。下晡嘛是坐伫坑洞转水进行排水测试。还会再多花几个洞来看看是不是能够看到实际的排水或者实际的地漏，它比较好判断到底这个施工是不是真的能够让这个球场的排水是正常可以使用的。下午的部分我们也会就已经开挖的这个洞呢来进行排水的测试，看看水是不是能够真的降下去。不过专家巡视棒球场的时阵，甘拿市府团队土木技术工会营造厂商这个代表会当进入场内，由9位看东派议员组成的棒球场监督小组，可能安排第3楼包厢观察，我都听到现场讨论的内容，议员提出抗议。在下面呢，在会看呢，完全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哦，也不知道到底在干嘛。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干脆就不用邀议员来了。主要是针对我们球场的现况，先做一个分析，还有后续如果要成为一个可以打比赛，尤其是安全最重要，说到底接下来要该怎么样来实现这些改善的建议。市政府配回讲相关安排是考虑人员安全，佮尊重专家，无妨碍作业流程。美国专家爱甲图带回美国检验了后，才当提出完整的评估报告，也互外界持续地关心新竹棒球场敢有法度伫明年这帮比赛季的时阵如期复赛。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宜兰南澳的新碧沙坡遮，找到暗时出现一只石龟，伊上这沙坡来生卵。就专家表示讲，这是当地有史以来头一届记录到石龟来遮生卵。
波美亚除了海鹰的声音，也阁有绿海龟慢慢飞过过乱石的声音。初到透早2点半，气味负责巡视的台湾偏乡生态部长保护甲保育协会秘书长吴德文，突然发现海龟出现，紧急呼叫理事长前来，2个人真细腻，唔敢受我近，也唔敢长时间拍电话，把阿丹地的家伙将海龟定过身影记录落来。我们很怕打扰他，所以拍也不敢说在那边乱拍，打灯然后拍一下。然后再来就是尽量看他有没有任何障碍。那这次上来只是让我们更士气大振，因为我们其实在认养这个海滩嘛，然后又在做保育。吴德文讲，早已经听讲南河新北沙埔有海龟出入，迄天原本要巡视海影的状况，想要到去拄着海龟。当年研究海龟的海大教授，但一阵认为这是一级保育类绿海龟。5、7月是因的生2季，这是真重要的资料。是当地有史以来第一笔记录。伊打算后礼拜到现场调查海龟敢有生卵。对我们在做研究来讲，我们现在多了一块海龟上岸的产卵基地。那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正面的消息，就是潜在的产卵基地。发现绿海龟的地点离海石洞0.7公里。这个沙埔国产署已经公告禁止沙埔车进入。协会表示，禁令发布了后，有发现更较侪种类的野生动物。但伊准教授指出，偏澳南势小琉球顶离岛、甲台东三环海湾都有绿海龟的生卵记录。那南澳新北海埔也确认有安尼生态范围，会当救甲北回龟线以北。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泰国国会今仔日投票选总理，带前进党拼到众议院上侪席次的皮塔声势是正旺。不过，伫咧投票前一天，泰国选委会说指控皮塔违反选举法规，皮塔的支持者也随发起示威抗议。即马上届新的投票结果出来啊，皮塔并无摕到过半支持，无都顺利当选总理，也若后礼拜会搁再投票一届。皮塔支持者透早就伫国会外口组织，希望施压国会议员将票投予皮塔。皮塔伫5月的国会大选，传领前进党赢得150席，成做国会上大党。随后，伊结合8大在野党势力，伫500席的众议中掌控312席。不过，参与250席拢是军政府指定的亲军方阵营。皮塔虽要摕到参众2院总席次的过半数，也就是至少376票，才会当做总理。皮塔原本离这个目标也差64票，即马条件更加艰难，因为投票进前，泰国选委会讲皮塔有一间媒体公司的股票，而且无申报，同时也阁指控伊明知影资格无符合，有外面参选，构成刑事犯罪，相关到处3年监禁也是罚款。专案已经移交宪法法庭裁决。皮塔支持者听到消息是气噗噗。ถ้าพรุ่งนี้เราถูกหักหลังเราถูกปิดประตูการได้เป็นรัฐบาลเสียงข้างมากที่มาจากประชาชนการลุกขึ้นต่อสู้ข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ทั่วประเทศในสัปดาห์ข้างหน้าเกิดขึ้นแน่นอน皮塔支持者批评选委会立场无公平，透过直播號召民眾行入街路小天。ต่อเป็นของใครอ่ะก็ของโจรน่ะรัฐบาลโจรเป็นคนตั้งมาทุกอย่างเป็นรัฐบาลโจรหมดสวแม้แต่สวมาจากไหนอ่ะ抗議民眾有不少阿婆媽媽因提標語唱聲被抗爭到底。ลงถนนก็ต้องลง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14ล้านเสียงที่เราเลือกมาเนี่ยเราเลือกของเรามาคุณก็อธิบายให้เรารู้ก่อนสิครับว่ามันเกิดอะไรขึ้นประชาชนคุณก็ไม่อธิบายคุณก็ไม่บอกอยู่ๆคุณรีบส่งรีบตีความเลยมันหมายความว่าอย่างไงคุณคิดจะทำอะไรกัน选会悄悄宪法法院裁决进前，暂停皮塔国会议员的职务。那泰国媒体报道，皮塔到双方停职，理论上无影响伊争取总理的资格，因为总理无一定由国会议员出任。不过相关指控一定让皮塔本来就无稳的胜出机会遭受打击。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北约峰会10日结束，这成员国已经答应讲会提供乌克兰长期的安全保障，不过也是无讲出当时会当加入北约。也那英国的国务界人士批评讲，这乌克兰要求伤过济啊。北约峰会10日伫纽西兰首都维尔纽斯结束，虽然伫俄乌冲突的议题，北约成员国普遍支持乌克兰，同意继续军事援助，也不过对着乌克兰入会问题。也唔愿提出确定的时间表，要求乌克兰爱先满足入会的条件。And in that major speech, he never mentioned Ukraine's aspirations to join NATO. He never endorsed it. That was a missed opportunity. 英国国防大臣瓦勒斯讲，
去年访问乌克兰时阵，收到武器的希望清单。伊讲英国并不是 Amazon 网络商城，乌克兰就要再感恩。这款的言语直接去呛到乌克兰总统。Ну, нехай він напише мені, як потрібно мені подякувати людям, щоб ми повністю були вдячними. А ще можемо зранку просинатися і вдякувати міністру. 除了这段无欢喜的小可代志了啊，乌克兰这届访问由原缔结 G7 国家承诺提供长期的安全保障。专家讲，通看出成员国和乌克兰保持同款的立场，同意讲只有俄罗斯放弃侵占乌克兰领土，才会当换到和平。泽连斯基嘛受到热烈的欢迎，表示北约已经接纳乌克兰。不过，关于水电汇集问题，虽然土耳其已经撤回反对意见，该等国会批准，上近10日再有消息。另外，美国总统拜登接受去芬兰参加北欧领袖峰会，强调芬兰第3月已经成功加入北约，同时针对气候议题、安全和科技合作，和北欧国家进行讨论。公视新闻牛眼编译。美国的编剧工会伫5月初开始罢工，致使哈利伍有真侪作品拢无法度继续入劳资协商，到目前是无解决的方法。今麦连美国演员工会将有可能徛共边，要做回来罢工。哈利伍正人办电影《芭比》12日伫英国伦敦举行欧洲首演，演员拢有记者追问一个同款的问题：哪种工会和电影电视制片人联名的谈判破裂？你敢要加入罢工的电影？Yeah, absolutely.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all of us to stand in solidarity with our union. I think it's important. 有18万会员的美国广播电视联合会演员工会，佮代表迪士尼、Netflix、Amazon 佮 Apple 的电视制片人联名，还约12到期。因过双方伫薪水、福利佮 AI 人工智慧科技的使用有真大的出入。若阵袂当伫谈判期限进程达成共识，也是延后，安尼继续小拖2个月，编剧工会罢工了后。这演员嘛会联手退出戏院，到时2大工会联手罢工，这就是好莱坞自1960年以来头一个出现的闹热摆。And having the solidarity of SAG is actually going to let us also make a real stand against these studios, especially internationally, because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e're not able to really reach, but with the actors' help, we will be able to. 美国演员工会300几个成员已经写配予广播电视联合会演员工会，鼓励因唔通和解。大牌影星 Jennifer Lawrence、Meryl Streep、Jane Fonda、Lily Tomlin 这挂人，拢讲因会参加罢工。计划若是实现，各大片像电视网、串流平台所拄到的，若是这2个月来节目一直停播的场面尔，是电影全面停工，所有摆好的宣传全部取消的恶梦。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南美洲的乌拉圭当着这44年来上届严重的苦旱，政府是赶紧乌水井，也让这乌拉圭水务公司甚至改变咱人伫咧啉的水这监督的标准，要甲这个井水也个海水透做伙，民众啉了后是化伤过咸，等到是互这矿泉水销量变甲真好。工作人员带工线要拍淡水为另外一个水源送过来，因为另外一座水库已经枯甲见底。南美洲的乌拉圭当面临44年来上严重的苦旱，虽然这几天有小可落雨，也毋过上计只会当经几天。最近几礼拜，为着民众有水通用，水务公司申请下面饮用水监督规范，将淡水甲河口的海水烧蓝。虽然安尼监督也是伤悬，泡出来地拢是咸的，互居民无法度接受，所以管他水开始大卖。Está salado. Y bueno, y ahí fue cuando empezamos todo a usar. Cocinamos con el agua de la canilla, pero café, té, agua para calentar para el mate se hace con agua mineral. 乌拉圭全国上大的水库流量只存正常流速的2.6%，出来水甲盐水烧淡的应用方法，效果是相关的家用电器损坏。有的人也烦恼啉这种水会破病。乌拉圭境内有60成的国土，防判定是严重苦旱。那这摆极端苦旱会发生，除了气候变迁，也马上防人的过度难困难措，也是互苦旱加重的原因之一。Se debe que Aguascorrientes reciba menos agua dulce que antes, que no ha llovido. Entonces no se han llenado ni la reserva de Paso Severino ni Canelón Grande, que
考察结果也造成以农业为主的乌拉圭伫经济上受到严重的打击。根据乌拉圭政府预测，这摆考察会予乌拉圭今年出现18亿美金的经济损失。乌拉圭首都蒙特维多市人口180万，占全国的一半。居民过去几礼拜拢是买管仔水来用，不过对弱势民众来讲就真艰苦。乌拉圭目前的水质也无适合有心的人甲有高血压、心脏病、甲腰子病的民众来啉。表示政府需要紧急弄井找水源，避免更较大的损失。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讲到最近，这西班牙各类省天气是真热，这气象单位也发布高温的红色警报，有一寡所在伫昨出现44度的高温。原来讲到意大利的温度是冲到48度8，连这个罗马和佛罗伦斯等10个城市，拢发出红色的高温警告。伫路行的人，每人手一罐矿泉水，用开钱热风的手嘛拢无停。路边摊补货品项矿泉水占上济。西班牙为这礼拜一开始经历今年第2阵火烧风，有34个省进入警戒，几6个省各发布高温红色警报。不少所在12个气温也冲破摄氏44度，呼吁我工作人面临艰难的挑战。Nosotros no podemos protegernos con nada, simplemente beber mucho líquido, agua, Coca-Cola, mojarnos la cabeza para no deshidratarnos. 西班牙今年已经有2个人因为潮汕死亡，拢是伫做户外相关工作。西班牙气象局建议民众避免户外活动，佮提醒老大人甲囡仔预防潮汕。民众先把水装伫煲仔内，再滴伫头顶较凉。意大利同款面临极端的受风，10个城市发布高温红色警报。意大利气象学会甚至以但丁新克地角片当中守护地角之门3只头的怪物地角犬来为这个火烧风护命。这边地角火烧风包括罗马加佛罗伦斯，气温拢冲到摄氏48度8。Ma noi siamo in visita, per cui domani ritorniamo. Noi siamo verso Trieste, fa caldo ma un po' più mite. Qui sole festa, infatti io mi sono scottato. 因为欧洲敢若较无一成家庭有装空调，互老大人甲囡仔面临高风险。根据研究报告指出，去年欧洲有超过6万人因为火烧风死亡，意大利的死亡率上悬，差不多造成18000人死亡。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中国军机扰乱台湾是变故较严重，国防部是连续2天，拢监测到30只军机飞来到台湾，甚至有一寡飞入去台南的东南空域。国防部也公布，今仔日有一只美军 P8 的反舰机伫台海中线顶头对北向南飞。那美军的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被提名人空军上将布朗伫参议院听证会顶头强调。对台军售就要赶紧做，确保台湾有自我防卫能力。强机扰台次数增加，国防部公布13个查到33台，其中有24台超过海峡中线，也甲进入咱西南甲东南空域，各有9只强舰伫台海周边活动。不过同时有一只美军 P8A 反舰机沿台海中线由北向南航行。得到美国总统拜登提名接任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空军上将布朗，伫参议院听证会强调会加紧对台军售，确保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Is it your best military judgment that the usage of this drawdown authority and training would improve Taiwan's ability to defend itself? Yes, sir, it will, and it'll help them to procure some asymmetric capabilities to defend their nation. 台海局势持续紧张，国际社会嘛正关心。拄啊，陆部的8月峰会发布公布，其中20年来上强硬言辞，讲中国的野心甲脅迫政策挑戰北約的利益甲安全。秘書長史托滕伯格閣批評中國當地進行明顯的擴軍行動，威脅台灣。多次透過公開發言和投書關切台海情勢，那這次在北約峰會後的記者會，再度的展現北約秘書長對於台海安全的關注，深具意義。北約他也會思考說，如果印太發生衝突，那北約在印太如果要採取自願的協定或扮演某種角色的話，他有沒有什麼樣協調整合的機構？它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現在可以看到，日本、韓國、
澳洲协助乌克兰的战争。那如果印太发生冲突，那北约当然也可能会来援助台海。学者指出，日韩纽澳等4国已经是连续第2年参与北约峰会，反映出北约加强关心印太地区，并有意联合盟友深化合作，防范中国想要影响台海的和平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友邦巴拉圭的总统董选人拜尼亚带团访问台湾，13参访台湾电动巴士国家队乘运汽车。台湾甲巴拉圭产业合作，正乘运汽车有可能是台湾头一个规抢甲伊输出去到邦交国的电动巴士车。坐伫驾驶座欢喜甲手比赞，咱国南美洲友邦佩鲁圭的总统当选人贝尼亚带团访问台湾，13参访台湾电动巴士国家队乘运5个场，落实电动巴士产业合作，会当成做台湾头一座规厂输出邦交国的电动巴士厂。We also looking for more Taiwanese investment in Paraguay. We are not only maintaining a good diplomatic relation, but we are sure that there are very good business and economic opportunities between Paraguay and Taiwan. They will keep pressuring and we keep maintaining our relation with Taiwan. 车上用佩鲁圭国旗做底色，边仔还有台湾的国旗，代表台巴友好。电动巴士厂的合作，利用双方优势。快重型顺电巴士引进佩鲁圭生产制造，佮使用佩鲁圭专利电，大大减少公共运输的燃料成本90%。初期是以整车来输入，这个大概是40辆左右。那第2批大概是在明年的下半年就可以做底盘车的输入，然后车体在巴拉圭来打桩，然后第3年呢就可以进行所谓部分零组件在地来制造，达成35%的自制力。长期的合作关系深化两国友谊。佩鲁圭总统当选人贝尼亚一家人13早起嘛去台湾科技大学参访，主要关心伫台湾交换学习的台北科大学生，嘛肯定台科大5年来为台北科大所做的贡献，包括协助建立教学实验室、选派师资去佩鲁圭，安排交换学生提供实习机会等。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防止诈骗 ，NCC 推动国际基因警示措施。电话卡来若准是8896开头呢，就会先听到7秒的基因警示了后，才会接通。由中华电信先开始做，按算伫17开始实行。我就按照原台定啊，冻结名下资产1年6个月。加做检验卡电话，民众差一点仔就中计。这种诈骗电话一直拢有，都惊有人互骗去。即马中央出新报。通是国际电话，请注意小心诈骗。这通是国际电话，爱细腻哦，唔通去用骗去。各台语声声都爆红，互大家爱加注意。NCC 推出国际语音警示，电话显示加8869，起来电话一个接起来，预防语音诈骗，会先播放7秒了后，才当接通电话。为中华电信先试做，一定为7月17正式上线。应该是好的，诈骗越来越多，我们这个老人家真的是那个，我就脑筋转不过来，会被骗。如果接起来那内容如果很像真的的话，就算他前面跟你讲说是诈骗，有可能是诈骗，你还是有可能会觉得是真的。会播放预防诈骗语音，是因为看数据资料，最近诈欺案超过2万件，财损一直创新高，而且牵涉到诈骗的电话号码，大部分拢是境外。分析165提供涉诈电话。发现9成是+886开头。新措施由市内电话先开始，实施1个月后 ，NCC 会看效果，差不多10月底再来全面扩大到5大电信的行动电话。就是诈骗集团，它其实有一直不断的在进化当中。那进化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的跟它对抗或防范的武器，很多时候可能不见得一定是能够跟得上这样的一个脚步，尤其一些新兴的太阳。公部门防止诈骗，有学者是讲，新做法想法是真好，不过诈骗的方法一直变新，都惊无法度预防，呼吁政府都爱多方面做伙做。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之前有公告讲，这112年呢，这个学习会期0.53%，有4间学校申请要起，落尾这审计结果伫今仔日出来，国立中正大学也有私立的南开科大通过审计，会当起0.53%。物价一直起，各大生育率各一直降，或者在大专校院的营运是出现危机。教育部真正是公告讲112学年度大学的学习费是起0.53%，随到4间学校申请要调起。
后来也跟学生也同意了，我们要把所有的这一次的调涨的费用都用在学生的奖助金与教学设施方面。最高额在国立大学只能调涨到159，只能挹注本校358万。有4间学校申请，除了中正大学以外，私立的南开科大申请嘛准啊。另外联合大学是无通过，南亚技术学院是家己甲调起案撤回。另外以公立大学平均每学期3万来看，调起了大约是增加159块。另外私立大学若是用5万5来算，第一调起了大约是增加292块。97年到现在大概14年没有涨了，所增加0.53% 的一个学杂费调涨大概在学校的一个学费收入上呢会增加290多万。那这一笔钱的话，我们会全数用在我们校内文经弱势学生的一个奖助方面教育部说明讲，大专校院若是要调整学杂费，要提出财务状况、助学机制和办学综合成效这内容，该完成学校内面各项公开的定数，才会当提出申请。后壁还要求学校要确实照自用计划来执行，而且还要把经费的使用，还有对学生的影响，和所有的师生拢确实会当了解。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人力银行上届新的调查，有82%的上班族是认为讲 AI 会取代家己的头路，特别是30岁以下的少年家上届烦恼。不过也是有的人运用 AI 家己来创业，而且是做甲真好。26岁 Peter 本来是伫设大设计公司做设计师，因为健康的原因辞掉无做啊。一摆机会接触到生成式的 AI 人工智慧，互伊决定家己要创业。伊结合画图的技法，和作品诱导的程度会当超过1亿像素。风格是南非嘅动物文化等等，伊个要卖出115万的图。我在截取当中，精确的元素是什么？可以提供我来做创作。那可能是说，我可能本身学习过花艺，那我的作品当中就会融合说，花艺的元素在等等。生成式的 AI 讲的都是机器根据资料库去学习创作，生成一个全新的内容，可能是文字、图、音乐，还是影片等等。这种先进的科技，嘛会当互产业升级。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有82%上班的人认为讲 AI 会取代工课，有5%是惊家己的职务会互 AI 取代。尤其30岁以下的少年人上烦恼，因烦恼互取代的无安全感是上强的。AI 现在能够处理的还是比较接近基础的工作，那年轻人多半做的是 entry level， 或者他可能只是当小主管的部分。但是，一旦你到了过50岁之后，你可能就是身兼管理职，你要处理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多人的事情，比较复杂的事情。专家讲，虽然讲 AI 的应用是取代一寡职务，但是嘛有真侪新的工课出现，真侪职位同款是需要人类的创造力，佮需要人和人交往的能力。上重要的就是培养和发展人和机器共存的能力，才会甲工课做较高效率。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标里有一个姓陈的妈妈带一个2个月大婴仔四界伫咧卖毒品。台中警方抓到人的时阵，伫咧厝内面也查到毒品。那台中警方伫咧抓一个毒品贩案的过程当中，这个嫌犯竟然想要开车弄警察。警方乘装备来到一间铁厝外口，因为因接到情书，47岁姓陈嫌犯长期被毒品逃离，到藏伫苗栗后人睡厝的所在。警员真紧拢问入去，发现姓陈的女子手中也抱一个2个月大的查甫婴仔。警方毋但当场查获23公克的海洛因、甲安非他命、甲吸收器、电子棒仔5万外块等证物，也佫协助泡牛奶粉安打吵闹的婴仔。台中市刑大查缉毒品案追查到姓陈的女子定在婴仔4月未毒，专案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佫通知婴仔的父亲带回去照顾，也请当地社政机关介入了解。经搜索查扣1、2级毒品海洛因及安非他命共17包，约23公克，吸食器、电子磅秤分装袋1批，全案依贩卖毒品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台中当时也有毒贩仔行动，和平县长警员12伫一个停车场埋伏围捕细路的嫌犯，对方开车冲浪，警方先开枪射破伊的轮胎，搁破窗下令伊落车，顺利制服。原警以侦防车阻挡进行围捕，
范闲见状欲倒车逃离，远警对范闲车辆左后轮开一枪，击破车轮，并击破车窗，将范闲逮捕。警方现场查获食毒工区手机、分装袋仔等证物，因为伊是先收钱加供应毒品，专案当扩大搜索侦办中。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头一间公共托育家园7月初，互人检举讲，因互囡仔食过期的物件，落尾查到现场确实有过期的食品。社会局甲这个卫生局最近搁在调查九间公私立的顾婴中心，也个托育家园，搁在发现讲，这顾婴中心同款有食品过期，会依照食安法加以处罚。卫生局另外按照甲找到过期8个月以上的综合骨粉甲亚米的醋。较无2礼拜时间，嘉义市搁再查到私立托婴中心有3项过期食品，其中过期上久的有9个月的。业者讲，之前已经把这大料包好势，准备要单掉，并无煮予囡仔食。这个案子我们将约谈了相关负责人到局说明之后，那后续会依食安法进行拆除。强调会依法处理。社会局甲卫生局人员日前临时检查管区内9间公私立托婴中心甲托育家园，原因就是7月初嘉义市头一间公共托育家园防检举有几项过期食品。卫生局照食安法罚9点6万，业者讲已经有改善。到期的都一定会把它处理丢掉。家园里面放的食材一定都是要在有效期限里面的。每周都会定期检查，我们未来也会为孩子健康做把关。托育中心小刷逼出使用过期食品，互外界忧心有理食安问题。政府讲对食安问题是无吞论，会继续进行临时稽查，并且提高稽查频率到每季1届，加强辅导稽查，保护受到害儿的健康权益。记者综合报道。环保署推动限制塑胶政策，规定7大超商、7大类型的这个场所啦，亲像这超商卖场等等是袂当主动提供这个塑胶袋的。不过传统市场到今是无受到限制。为了要减少这个塑胶袋的使用率，台南市环保局选定着好保寮市场做示范点，民众若准摕这环保袋来遮买物件，就会当累积点数换礼品。伫市买物件了后，用塑胶袋装真利便，毋过久来有污染的问题。环保署到今也未甲传统市场热密管制，袂使免费提供塑胶袋。最近南市环保局伫咧好买市场试办，鼓励乡亲摕环保袋来装物件，会使累积点数减换生活用品。环保局表示，目前有将近90%的民众拢家己扎。我消费者若来，我拢讲，你今仔有早落下来无？会当安尼大量来推广吼，对咱的民生啊吼，嘛是真有帮助。目前市场入口有免费的纸袋会当用，另外有提供环保型的袋仔，互民众来组织。拖环讲，传统市场专门要禁止塑胶袋有困难，因为买菜水果顶大料用环保袋仔装拢无问题。那鱼肉较淡的食材，就无法度避免用内袋仔。不过，因真鼓励民众摕厝的壳仔来代替。个人带袋子来后，它可能会减少5到10个塑胶袋，因为有时候你买很多不同的菜嘛，那你全部装在这个袋子里面，你就可以减少非常多的塑胶袋。连有些人都说，连这种薄的塑胶袋，他们现在也都要限塑了。觉得说这样帮助应该是很大，点数加赠品这样子来宣导一下，那民众养成一个习惯。根据环保署调查，全国使用塑胶袋的量，对107年有152亿，到109年已经降到91亿。环保局表示，若成效袂歹，未来继续拖展去其他市场来实施。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中华关怀文教基金会长期以来伫咧推动台语，已经是连续10多年举办台语储备文化营活动。今年同款也有，透过活动要互囡仔欢喜学台语，自然讲台语。囡仔唱歌跳舞，阁有小小导览馆的训练。这是中华关怀文教基金会伫台语文创意园区举办的趣味文化营。今年活动是以交通工具做主题，分做铁马队、公车队，阁有牛车队等等，加强6个队伍，然后互小朋友用台语唱歌跳舞，也阁有结合生活话题的戏曲表演。我洗做真古水，食起来酸酸甜甜，真好食哦，真好食哦。吃到毒品
有当阵啊会，互你一直想要放尿，还是一直想要困，还是一直想要跳。因为即马毒品真严重嘛，所以呢，阮即出就是要互囡仔知影讲，伊即马新型的一寡毒品，伊是做甲敢若糖仔共款，要互因注意讲，毋好去互遐个外表，去互遐个包装安尼，遐尔水的包装骗去。中华关怀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周清玉表示，因头起先是先举办演讲比赛，但是发现囡仔比赛了，落台也是无咧讲台语，所以开始伫后来时阵举办文化营，到今已经办10多档。阮主要目标是放伫推动整个的推动，做真诶，毋是干那要做好，我就有办活动。办活动是趣味尔，但是要紧是我要达到讲真正互囡仔会晓听，会晓讲。3天的文化营活动，囡仔读册本、学搬戏、唱歌跳舞、念歌诗，最后佫会上台表演，增加囡仔的成就感，互小朋友轻松快乐开嘴讲台语。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教育关有山也有海，为了要提升各小学生对学习本土语言的兴趣，一寡学校就开始结合在地一寡特色课程，要互母语会当激发伫生活当中。我们以前周族有一个神话传说，就是原住民的学生囡仔配合学校在地课程的规划来了解生态环境，这当中嘛结合着原住民的母语学习。家己关举办本土语言的成果发表，学校甲学生拢展现因对本土语言的想法甲创意。曼族语名是杜妞仔，俗名是流氓和花曼。学校除了准备会当体验的语言教材，囡仔嘛配合母语来做各种成果的分享。家己关教育处表示，鼓励学校按照学生意愿来开本土语言的课程，嘛透过比赛的方式鼓励参与的学生。透过我们年度的这个成果发表，不只是动态或者是静态的，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有非常丰富的语言跟文化。我会介意算布袋戏，是因为会当体会古早飞来飞去的布袋戏，真趣味。有学校表示，即马本土语言的学习甲过去的方法已经无同，需要增加生活化的学习内容，互学习产生意义甲价值，才会当增加学生的使用甲沟通的能力。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荷兰小姐选美比赛是由一位22岁下性别人士可乐摕到头名。可乐表示讲，虽然荷兰有较开放，不过也是有真侪人会家骗上。那罗西亚最近是有立法限制下性别者动手术，伫因的证件顶头也袂当改性别，致使性少数族群是愈来愈恶生存。欢喜甲记载袂调，头顶有关的是22岁跨性别女性 Rich Coller， 这个月初八伫2023年荷兰小姐选美比赛摕到冠军，伊是94年来头一届摕到冠军的跨性别者。Yeah, I felt really accepted during this traject. We were like a group together. Afterwards, I won the crown. Sadly, not everyone gave me congratulations with my victory.I think that's really sad. 可乐讲，伊逐工伫 Instagram 看到侪受婚的信息，甚至甲威胁，互伊感觉真震动。虽然伊的动作无看，互家己尽量干那看好的所在，不过游玩对伊是真大的负担。刷来可乐会代表荷兰参加全球小姐比赛，若阵会当阁摕到冠军，伊就是头一个跨性别的全球小姐。就准是伫相对多元开放的荷兰，跨性别者游玩面对来自社会每一个所在的恶意。罗西亚的环境对因来讲更较艰难。当地去年通过法令禁止人民宣传 LGBT， 最近阁推动禁止改变身份证的性别，甲去做任何性别改变的手术。Это не просто дискриминационный закон, это закон, он фактически запрещает людям оказывать медицинскую помощь и это в чистом виде фашистский закон. Я не могу его никак по-другому назвать. 跨性别团体忧心，当政府限制对跨性别者的医疗资源了后，乌市就会出现若计销贵，品质嘛无法度保证。另外，伊嘛认为政府的做法是公开带头歧视 LGBT 团体的烦恼，法案通过了后。
恐惊有跨性别青少年更加无助，甚至致死自杀案件增加。公视新闻张如明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兰到新竹对27度到36度，苗栗到云林对26度到35度，嘉义到屏东对26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3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在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看卖哇，迄看起来两公啊！这白金碗呢？一个差不多几只？3、4只。一只200、4只800，好，一直来，你要笑起来。我工厂安怎赚大钱？